7月初1到初10，我200个人遇到热伤害。天气小热，有袂少人会食冰来降温止喙焦。红枣是苗栗公馆的特产，当地农会来生产着红枣鸡仔冰甲冰淇淋，来推广着在地红枣的产业。苗栗公馆特产的红枣做冰淇淋，食起来感觉安怎？甜甜的，红枣味蛮有的。除了冰淇淋，还佫有无同款口味的鸡仔冰？有红枣桂圆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热天大家拢爱食冰，甲红枣加入去冰内底，就会当互愈侪人食到红枣甜美的滋味。佫有农友开放红枣园，互民众做伙来挽红枣。摘比较红的，比较红的比较甜。树仔顶悬拢是红枣，农友讲挽红枣上好就是要暗暝的时阵去挽，因为今年热天实在是太热了啊。卫福部的统计，7月初1到7月初10，热伤害的人数已经有190人次，比去年同一期间增加1.6倍，4年来上悬。台中市、彰化县、高雄市是通报人数上济，主要的原因就是热天离户外温度定定拢超过35度，有当时也可以来到37度，足热的，所以该提醒一下，爱加啉滚水，补充水分，才袂掉沙。